多谢书记来关心罢免的消息。民进党公职参加护国大绕境，初五甲罢团做伙到台东宣传。因为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批评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，讲伫这个风灾期间呢，叫我哋变这个罢免。针对这点，新北市的议员杜冠廷就甲讲，这个市长罗秀燕伫台东饮水的时，嘛伫台北替国民党立委徛台反罢免。即马电脑的批评，唔是做行政首长的林佑昌，这根本就是两套标准。 炮啊声乒乒叫，罢免团体伫昨日下晡来到台东，民进党公职也动员小天，和黄建民的罢免团体做伙扫街。严格去互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批评讲，为什么不罢免唔洪灾？高屏地区其实是降雨量是非常惊人的，好那。 这个时候，你还发动了大量200-300人的乡亲到台东去搞他的罢免，尤其是林右昌啊，他以前当过民选的县市首长，他自己应该更知道这个防灾的重要性。民进党也呛讲，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昨日早起都走去台北的文山区，为因党内立委赖树宝扫街拜票。 所那个佮广告家人替立委林派上徛台，做市长的人嘛无手伫咧台中。台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真正在汛期来临之前该做的清淤、清侧沟等等工作，卢秀燕市府团队很明显没有做好。那为了卸责，国民党的立委却反而是来骂。 民进党的党工、志工，或者是公民团体。虽然罗秀燕后来促销暗时两场反罢免的活动赶登去台中视察，不过民进党议员陈祖勇搁在也了讲，中德路有一个排水沟啊，竟然因为人为的疏失，无拆除时间的无帮，致使排水系统洪峰掉咧，无怪水会溢起来到车路顶。 罗秀燕也回应讲，议员翕到的是当日时间的集水井，也被拆除无帮，也被开始通水。洪台深交台湾造成灾情，洪台北也扫着警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